讲到新德公园最近为着要处理防雨渗倒的树啊，是把附近的樱花树隆重撤掉。其中一丛阁是至今用8年的时间，真无简单，才接机种的日本樱花，嘛互当地民众是感觉真无奈，嘛真唔甘。看到辛辛苦苦种8年才接机成功的樱花树，即马变成这款模样，至今心肝内实在真唔甘。要慢慢培育，慢慢培育，然后开花结果。结果他因为要记住要移除树，然后就把我们的樱花把它锯掉了。但年2月时，新德公园拢吸引不少游客来这看樱花。最近市府因为处理和雨水渗倒去的树啊，甲附近的樱花树嘛撤掉，其中有一丛就是至今用8年的时间，真无简单才接机成功的日本樱花。很不舒服的哦，真的，我一直在讲，就是说，我一直在跟他们讲说，你有要弄到樱花，你必须要经过我们新竹市育樱会来咨询一下嘛，哦，结果他们都是我行我素啊。专家讲，接机过樱花去互人直接对树头撤掉，就算会活，未来想要搁生出日本樱花，根本无可能。这个关系到说当初嫁接的技术好不好？技术好不好？如果技术好，它就会愈合跟结合的很紧密。那如果不好的话，就容易怎样断梢啊，或者有孔隙。但是如果从地面砍掉，那只剩下那个山樱花的头嘛，那再长出来就是山樱花。市府有坦白过实，表示未来会加强人员训练，袂搁再发生这款代志。未来会跟樱花协会来做个沟通，那看未来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灾害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他们沟通更精进的作为，尽量减少这边环境的一个冲击。这丛日本樱花要看，即马只剩演过相片，通看尔尔。种这丛树仔的志刚表示，当初伊是对一个日本朋友遐接机来的，准讲想要搁接上去，恐惊无遮尔简单。记者刘君豪，新潮报道。